天愈来愈热，真侪人爱啉饮料。虽然大家拢已经开始会注意饮料的糖分，但是拢无注意到这个配料其实含糖量原来真惊人。营养师是来建议讲，这个饮料也是减啉寡，上好也是加啉一寡白滚水，上健康。 真侪人爱啉珍珠奶茶，除了透心凉，也阁有甜甜的感觉，互人真满足。但是你敢知安尼啉总共啉偌济糖分呢？根据国健署上新发布饮食指标，50公斤的上班族女性应该伫150大卡以内，70公斤的男性爱伫200大卡以内。点一杯700cc 含糖饮料的时阵，你敢知安怎算才是超标呢？无算配料、米糖，糖的热量60大卡，半糖100大卡，少糖的140大卡。若是点全糖，这糖的 热量都200大卡，不管是男性也是女性，拢总超标。女生来说就不建议超过8颗糖，那男生来说不要超过10颗的糖。除了内面加的糖，配料的糖分嘛真惊人。那如果像加了布丁啊，那一个布丁大概也有100卡左右。 营养师提供几项减糖的法则，尽量是少冰或者去冰，因为这冰会影响到味觉对甜味的敏感度。要提醒你，点一中杯、小杯就会使食啦，因为总糖量也是甲大杯差真多。营养师嘛建议上好也是加啉寡白滚水，才袂增加身体负担。